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南方特收报》。中嘉宽频三冠王双星团队持续深耕台南，除了透过有线电视建立稳定的网络基础，同时也跟公部门合作，投入5G 应用测试。日前在南营5G 研发大楼的启用会中，也展示在市场影音分辨系统的防疫成果，备受肯定。5G 研发中心的成立，除了是台南迎接智慧新城的指标，其中拥有有线电视优势的中嘉宽频，透过稳定的固网线路，也是未来5G 发展的支撑基础。所以中嘉宽频三冠王双星团队持续和公部门合作，投入5G 应用测试，特别是将影像分辨系统运用在市场的人流防疫计划当中，备受肯定。那中嘉宽频三冠王跟双子星，从前年开始，其实就已经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台南市政府，还有我们的这个国网中心做5G 测试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哈。那在今天呢，终于有一个成果的展现。那所以在未来呢，双子星跟三冠王有线电视，我们绵密的网络，还有我们稳定的传输速度，也会继续来支持我们台南市政府，还有国网中心，在未来后面我们继续来做5G 的一些研发，那让台南市变得更加的科技化。透过有线电视的一个网络，不管在偏乡或市区，其实这个网络的韧性得以被检证。那么台南市政府也跟我们3家有线电视业者合作，在台南60个市场里面设置了这个有关于防疫宣导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那这个设置里面呢，透过人流的监控跟扩音器的部分来做防疫的宣导，检测大家是否这个人流是否众多，是否有戴口罩，会有其他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那我想台南市政府愿意跟我们这么多大的厂商，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大家提供出更新的科技，来针对 PPP 公共建设服务的部分，一起来努力。同样属于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也就是 SBIR 计划的支持，还有运用4K 高画质影音和人工智慧，可以掌握面包发酵的良率，并大大节省人力。那用 4K 高画质的影像，将这个发酵面团的照片给传到 AI 的辨识引擎去做智慧化的这种自动判断，所以可以加速这个发酵的判断，减少人力的消耗。好，那因为 4K 的画质的影片非常的大，所以如果用传统的4G 网络，大家可以看到传一张影片就要花7.7秒钟。但是如果是用5G 专网，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威力，它的大频宽低延迟的威力可以用0.68秒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高画质的 AI 的这个发酵影片的一个传输跟辨识。所以5G 专网对于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管是任何一个民生产业或者是制造业的这个数位转型，它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这样。5G 研发大楼串联南科，并展现 SBIR 计划的成果，吸引中嘉宽频等更多企业投入，共同为5G 台南尽一份心力。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您知道吗？现在新兴的节日越来越多，其中因应5月30号的国际抱猫日，高雄在地艺术工作者邀请摊商发起了市集，并邀请猫奴齐聚一堂，也借此来宣导领养不弃养的观念。在天气晴朗的周末时光，来到新兵役前，可以看到许多摊商都聚集在这，呼应5月30日国际抱猫日，举办了一个呼猫市集，有猫奴甚至为猫主子系上了牵绳，一起来逛街。想要带宠物出来逛逛这样子，平常宠物就在家里，也是蛮无聊的，还不错，主题性都是猫。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改天可以逛看其他宠物的那种类似宠物展。现场的20几家摊位都是与猫的主题围绕在一起。主办人洪明宏想让爱猫人士来到这里一次逛个过瘾。因为我们本身是一间汇集全台湾就是不一样的插画家的一间选物店，那我们现在配合的插画家呢，他们有很多就是跟猫有关主题的商品，所以我们就觉得像这一次的呼猫市集就很适合我们把这些插画家的作品带到现场来。主办方相当用心，设计了一连串的活动，民众还可以集章换小礼物。不然就在这个时间，大家都觉得有点闷在家里、有点忧郁的状态之下，就是跟猫一起抱抱，给它有个拥抱。然后可能在进入夏季之后，猫咪也开始会是繁殖季，所以其实也是
推广大家就是领养代替购买这件事情。市集里的摊商各有特色，桌上的各种文创商品都是来自全台各地爱猫创作者所设计出来的作品。其实是我们跟哈马星在地的店家做一个合作，然后借由跟他们的访谈，然后或者是一些合作的店家，然后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集章活动去认识他们。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也有跟高雄捷运做合作，高师图南鼓山分馆也加入了这个活动，将所有跟猫相关的书籍摆出来，呼应这次的市集主题。把分馆里面跟猫有关的书籍全部把它整理一部分出来，然后做摆设。你喜欢猫、爱猫、养猫，可是你要怎么样更了解你的猫，然后怎么样跟你的猫能够去沟通这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书籍资讯。爱猫就要知道如何善待它，主办方也想借此宣导领养不弃养的概念，让这些可爱的猫都有一个温暖的家。记者邱建勋、林嘉义高雄报道。华医生物科学和美容保养系科管日前正式揭牌，9月将迎来第一届的新生。为了强化学生实务技能，校方特别和多家医美诊所和美容中心合作，提供实习的场域，让学生毕业就就业，无缝接轨。请揭牌。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最新成立的生医及美容保健科馆，就在5月25日正式揭牌启用，由校长孙一鸣、董事长郑启瑞、董事叶明荣、医事学院院长叶玉玲、系主任张文腾、爱尔利医疗集团董事长常如山、创办人刘真华、执行长刘怡轩等贵宾共同出席揭幕，宣告生物医学以及美容保健科正式加入中华医大的行列。我们学校的医学美容科正式要揭牌成立，然后开始招生。那更重要的就是呢，我们有很多的厂商尤其是像刚刚的爱尔利的这个集团它对我们的一个照顾那因为它真的是软硬体都是全国第一名最棒的了包括在硬体上，我想在医美这一块应该没有能够超越它了。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软实力的部分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一些资讯媒体或者是一些平面媒体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集团它对于这弱势的照顾，然后对于我们警消的一个照顾的部分，真的是在全国又是一个第一名。揭牌典礼这天，长期投入关怀弱势救助的爱尔利医疗集团特别捐赠了200万弱势助学金，并答应后续移拨医美检测等仪器，丰富系馆的设备，增加学生实务操作练习，善心一举，更为活动加添温馨。我们的捐赠的这个弱势团体，那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学生。我们每年都在做，针对各个学校偏远，包含到这个很偏远的学校，都有去做一些协助。那因为中华医专很多的渊源因为我在这个基本上在已经待5年了，在中华医专。那我们总经理创办人也是中华医大学毕业的校友一个校友，所以这么亲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全力协助学校所有的发展。爱尔利医疗集团创办人刘真华本身就是华医校友，他很感谢学校当初的栽培，才有今天的他。很高兴能有回馈母校的机会，也期许学校未来能够培育更多优秀学子。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感恩的心来谢谢我们中华医科大对于我的培育那我有这个能力呢，能够在这个领域上呢有一些好的发展。那当然，我们刚刚常总有讲了讲了一些我们想讲的话了。所以呢，最后呢，我就也祝福呢，我们中华医科大呢，将来能够培育更多优秀的一些杰出的人才。5专学制的中华医大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今年正式对外招收新生50名。主任张文腾表示，为提升学生毕业后的职场竞争优势，在课程规划上以化妆品应用、医学美容保健、美容美体与芳疗、彩妆造型与时尚设计、语言与妆品事业管理等，并邀请业界名师以及指标产业担任顾问以及实务技能师资，并在学生专午时安排他们到合作单位做有薪水的实习，与业界无缝接轨。
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炎炎夏日玩乐期间，除了水上活动，来一碗冰品也能够暑气全消。其中渡船头附近有一间冰店，包括当季的芒果冰以及限定的旗津特色冰品，都让视觉、味觉有双重享受。老板娘把大块的芒果冰砖放到机器上，随着快速旋转，刨冰如同雪花般飘下，不一会就堆成一座金字塔。接着放上层层配料，最后点缀一颗冰淇淋。一眼望去，看到的全是金黄色。这间冰店的招牌“芒果无霜，冰如其名”，就是要给你最完整的芒果冲击。我们芒果无霜的特色主要是我们又是用纯芒果制成的芒果底。然后再加上说来自玉井的爱无芒果，那再搭上我们自己手工做的情人果跟冰淇淋，最主要的特点是在于说它的冰底是用手工制成的。另外一项只有这里才有的冰品，就是搭配旗津黑沙节所开发的黑沙冰，基底颜色模仿旗津特有的沙子，上头放着红豆泥、花形火龙果等配料，丰富的口感让人难忘。而上头插着的小配饰，则让视觉感受夏日风情。特别打造属于旗津特有的冰品叫黑沙冰。那它最主要的就是说用芝麻的雪花底来创作说像旗津沙滩黑色的样子，然后上面有我们手工制作的火龙果花，再加上我们当地的玉井爱文的芒果粒，然后再插上旗子还有铲子，代表说是打造类似一个旗津一个特别的一个产品这样。这间位在旗津老街的知名冰店，号称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芒果冰，配合不同产季，使用了包含爱文、玉井、凯特等6种芒果，让不同取向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在炎炎夏日，来到旗津逛街戏水之余，也不要忘记尝尝沁凉爽口的冰品，完整你的夏日体验。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报道。台南市延平社区关怀据点持续安排手工艺课程，让长辈可以走出家门来活动身体。除了带长辈到社区采花，之后就是让长辈发挥创意，动手做压花，展现手艺。来到嘉里区的延平社区关怀据点，为了让长辈们走出家门，设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课程，让长辈们可以多与人互动，也能活动筋骨。这次用压花的课程，让长辈们体验从采花到制作出漂亮的成品的一个历程。今仔咱上的课程就是压花的课程，咱伫庄脚所在到处拢有看到压花啦、压草啦，咱利用咱手摕到的，咱的这大自然的花材，来甲伊做画，做成一幅画，像迄菩提树，咱甲经过伊的浸泡。有烂，咱用牙刷给伊刷一刷，变成叶脉，叶脉制成伊的书签，咱书签咱会当放在册里，看到倒也当甲压上者。所以咱的长辈，大家拢毋捌看过这，所做欢喜的，毋知影讲，咱的花，咱的草啊，遮好用，会当甲做成遮尔水的一幅图。讲实在，咱的长辈，逐工来遮，拢快快乐乐来咱的据点。每天就是身心灵都是满载而归啦。课程前面会先让长辈们先自行到社区里面采花，让长辈们亲自走一走，一方面让他们可以与人接触与互动，也让他们亲自发挥创意，制作不同的压花作品。课程已经有，和这老师拢教过足侪项啊啦，像迄图样迄啥迄要别人大家拢老师教，但是阮若无来遮，阮就毋捌做过这啦，少年时代都咧拍拼趁钱，食老都是即摆拄捌政府有办这啊，若无办这，阮要头有这通做啊，嘛袂当团体来做伙来大家娱乐佚佗啊。欢喜啊会当人做伙安尼，足好个啊。你头一摆做这吗？嘿。有真好势，真好，足好。社区内的长辈对于课程都感到非常的有兴趣，也很开心社区可以安排那么多不同的课程内容，让他们不会一直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
盐埕区的旧崛江商场在6、7年年代曾经繁华一时，不过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却是一处很神秘的区域。而目前到底有哪些新生代的店家和巷弄的老字号？接下来透过镜头一起来探索。盐埕旧崛江商场从日本时代开始，因为临近港口，成为台日货品的交流地点而成型。国民政府来台后，更因为汇聚多样异国商品，是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逛街地点，热闹非凡。全台湾你要买舶来品，全台买舶来品一定要到崛江商场这边。那有些人是因为从年轻时代，像我们的父子辈，那以年轻时候他们就在这边逛了，像我们就是属于中年人的这一代，也有逛过。在我们商场这边也引进了新的元素，像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古着，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他也是喜欢玩那个。在收藏一些珍奇古玩啊，所以我们商场是很适合老中新三代都可以来这边逛街，来这边寻宝。虽然商场因为时代变迁而沉寂，但从里长口中仍可想象过往风华。而如今复古风兴起，又有哪些隐藏店家等待发掘呢？就让我们进来一探究竟吧。首先看到的是间充满浓浓日本风的古着店，这里的每套衣服可都是老板娘用严格眼光亲自挑选的。你去到那边店家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置身在日本九州你觉得是你现在在日本逛街一样。那个都是年轻人很喜欢穿的衣服，虽然看起来就是花花绿绿、很花的衬衫一样，可是就是也有很种日本风的特色。隔壁顾着在古着店挖宝而流连忘返了，跟着里长脚步来到下一家店，也是以日本商品为主的杂货店，已经在商场屹立了数十年，有着各式怀旧与新颖的零食饼干以及日用品，非常适合喜欢日货的人挖宝采购。算是在崛江这边第一代的经营者，然后他包括他的店面是传统那种店面，就是。然后卖的东西都是日本进口的国外进口的一些食品。最后一间店是这里唯一的进口干货专卖店，架子上从鲍鱼、干贝到香菇，种类非常齐全。无论是想熬汤或是包粽子，都能找到适合的产品。面对不知从何挑选的客人，老板也会亲切的一一介绍。现在端午节到了，如果大家有在自己包粽子，那可以到我们这边采购。食材像香菇啦、干贝啦，这些都是应景的食材。逛了一圈旧崛江商场，这次分享的不过是一小部分，还有更多隐藏的有趣店家，例如古玩、服饰、茶具等等。下次经过时，不妨进入看看，寻宝的同时，也能感受这股怀旧氛围。记者邱玉婷、郑柏宏，高雄报道。一手能掌握的饭团，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相当的方便。但是你有看过馅料满到快要炸开的握饭团吗？有一间位在高雄武庙之前的冲绳饭团，浮夸的配料让你每一口都是满足。这间武庙前的摊车，小小空间却有霸气豪迈的料理。看老板把一整只软壳蟹放入油锅炸得金黄酥脆。起锅后不切开，直接叠在白饭、午餐肉、玉子烧等配料上面。超浮夸的爆量馅料，让包覆饭团的海苔也显得非常吃力，给人满满的视觉冲击。那我们就想说，把软壳蟹整只包入在饭团里面，因为目前的话比较少人把整只软壳蟹包在饭团里面。那搭配我们的泡菜。那因为油炸的东西搭上酸甜的东西可以解腻，那如果不吃辣的话，也可以吃我们的南洋咖喱那一类的。而他们的浮夸饭团可不止软壳蟹，塞进整整3条炸虾的重量级招牌也是一绝。经过炙烧后的明太子散发诱人香气，与外酥内嫩的炸虾一起大口咬下，多种层次在舌头上交织，最后像是海啸爆发一样淹没你的味蕾。那明太子炸虾的话，我们也是以白饭，然后午餐肉蛋，然后再铺上我们日本进口的明太子下去做炙烧，然后再放上一只炸的大虾这样，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会有满满的海味这样，然后又搭上炸虾，其实还不错。对于冲绳饭团，老板解释，这是用白米制作的一种简单日式饭团，通常会加上午餐肉与煎蛋，而他们在这基础上加入变化，用饱满到快要炸裂的内馅，成为吸引顾客的绝佳卖点。
其他口味就是看要做什么口味，就是再把它往上堆加。那我们把它融入比较台湾的特色味道，还有一些异国，譬如说我们的泡菜或者是南洋的咖喱口味。这间握饭团摊车有着惊人的豪华馅料，加上方便实用的特性，广受附近的上班族欢迎，成为这处武庙美食战场不容小看的生力军。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一所大学大传系学生为推广学校的产学合作，和知名网红一起制作影片。除了推广传统文化，藉由合作学习影片的制作和行销。学生也说，更重要的是能够和网红面对面接触，留下深刻的印象。知名的网红来到学校录影，吸引许多经过的大学生驻足观看。一同参与的艺大大传系学生，更是在现场充当起执行制作，试图说服害羞的同学参与节目录制。他们可以在旁边等你，他们可以不用上去，没关系，懂吗？懂吗？就是他们可以，就是你回答一些简单问题，而且还可以要到合照，合照赞。原本都只能在手机上面或是电脑上面看到的，然后的人竟然可以就是这么近距离的跟他们一起合作，一起参加这个活动，觉得还蛮开心的。录制的内容更是有趣，由时下最夯的 YouTuber 介绍艺术家魏涛老师所绘制的经典作品《山海经》，传统和创新两相结合，激荡出不少的火花，连魏涛老师都觉得新奇有趣。我也是第一次跟这个学校，还有跟这些年轻人一起，我感觉蛮新鲜的，也是第一次的经验。将传统的神话古籍以画作的方式呈现，再由学生来猜猜到底是谁。看似简单的节目内容，却能够让年轻一代更了解东方文化。同时，借由和网红的合作，也进一步让学生学习节目制作的过程，可以体验到就是流行媒体这样子，然后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觉得很开心，因为毕竟是跟网红合作，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拍一些校园的题材什么的。那我想透过这样的机会呢，可以让学生刚好可以学以致用，然后他们可以知道说整个节目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然后也可能去创造出哪些趣味的梗啊，或者是创造出哪些有趣的这些过程。一所大学特别和山海经文化产学合作，要推广并且打造东方的漫威，融合影音、科技、文创等元素，不但有助于台湾本土的文创 IP 开发，更要为文创产业注入活力。山海经的中国上古文化是共同的理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推广，能够把我们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上古神话的推广到现代年轻人，让现在年轻人可以接受到这么美好的一个文化。既能推广传统文化，还能够让学生学习节目制作的过程，更透过网红的影响力，在网络世界引发话题，达到多赢的结果，让参与制作的学生都透过这样的合作，学习到课堂上无法接触的实际经验。记者郑光佩高雄报道。感谢收看今天的南方特收报，我是郭文吉，我们再会。